聆聽話語內容，然後回答第1至6題，把英文字母前面的圓圈塗黑。欣賞大熊貓之旅館。上個星期，老師帶我哋到海洋公園參觀大熊貓。大熊貓就係我最喜歡嘅動物。當我走近大熊貓之旅館時，立即就被前面嘅一切吸引住啦。大熊貓嘅身體圓滾滾嘅，走起路嚟卻一啲都唔笨重，反而十分敏捷。只見佢慢慢咁爬上木架，然後輕輕一跳，竟然好似做雜技一樣喺半空中凌空翻身，動作既巧妙又自然。我睇到目不轉睛，心裏充滿咗讚嘆。此外，當大熊貓坐喺木架上，兩隻手抱住竹子，一口一口咁咬住，模樣就非常乖巧。佢食竹子嘅時候，會將竹子放喺兩隻腳嘅中間，好似要保持身體嘅平衡。有時佢仲會將身體慢慢咁轉動，換過一個更舒服嘅姿勢，真係非常有趣。熊貓嘅性情睇起嚟又乖巧又可愛，真係好討人喜愛。參觀嘅過程裏邊，我知道館裏邊嘅飼養員非常細心咁照顧大熊貓。根據飼養員嘅解說，佢哋每日都必須確保大熊貓有足夠嘅食物同埋舒適嘅環境，並會安排大熊貓活動時間，俾佢哋喺適當嘅時候運動同埋休息。睇得出嚟，大熊貓能夠咁健康愉快，真係離唔開飼養員嘅悉心照顧啊！參觀時間就喺不知不覺之中完啦。我同同學都唔捨得離開。大熊貓之旅館真係一個令人流連忘返嘅地方。呢一次嘅參觀令我更加喜歡大熊貓，亦都令到我明白動物需要人類嘅保護。只要大家一齊努力，我相信大熊貓一定能夠快樂咁生活落去。1. 老師帶同學去哪裏參觀動物？ A. 海洋公園 B. 海灘 C. 郊野公園 D. 山頂。 2. 作者最喜歡的動物是什麼？ A. 老虎 B. 鳥 C. 大熊貓 D. 鯊魚。 3. 大熊貓的身體外形是怎樣的？ A. 瘦瘦小小的 B. 圓滾滾的 C. 高高長長的 D. 方方正正的。 4. 大熊貓的體態動作如何？ A.
十分笨重。B 十分敏捷。C 十分緩慢。D 十分僵硬。5. 參觀過程中，飼養員的工作是什麼？ A. 只餵食大熊貓。B. 只打掃大熊貓的居住環境。C. 照顧大熊貓的飲食、居住環境及安排活動。D. 訓練大熊貓表演。6. 第4段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A. 大熊貓需要人類的保護。B. 只有動物園才能保護大熊貓。C. 大熊貓能夠獨立生活。D. 動物不需要人類的幫助。